现代台语版圣经耶利米书第27章。约西亚的囝西底家开始做王，统治犹大国的时，上主的话临到耶利米。上主对我讲：你着用石甲柴弓做担，下伫你的颔棍，然后将下面的信息委托来耶路撒冷见犹大王西底家遐个外国使者，传达予以东王、摩押王、阿文王、泰米王、西顿王，请因甲因的王讲：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恁着对恁的主人讲：我用大权能，用大气力创造大地，以及地上的人甲动物。我看什么人较适合，就将地交予伊。现在，我将这个国交予我的仆人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嘛将野外的动物交予伊管理。列国拢要服侍伊，伊的囝甲伊的孙，直到伊的国家衰败，迄时换伊着服侍这个国甲君王。若有倒一族、倒一国毋肯服侍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，颔棍毋肯担伊的担，我一定要用战乱、饥荒、瘟疫刑罚遐个国家，直到我通过巴比伦王的手，甲因消灭。上主安尼宣告。毋过恁犹大人民，毋通听恁的先知卜卦、解梦的、看天象的、行邪术的话，因甲恁讲，恁一定袂服侍巴比伦王。其实因讲的有言是假，颠倒会互恁流亡去真远的所在。我要甲恁赶出去，互恁灭亡。若有倒一国肯担巴比伦王的担，服侍伊，我一定要互迄个族留伫伊本国种植徛起。上主安尼宣告。我嘛将这个话拢对犹大王西底家讲：恁的颔棍着担巴比伦王予恁的担，服侍伊甲伊的人民，才会当生存。你甲你的人民，若着因为战乱、饥荒、瘟疫灭亡，亲像上主对遐个毋肯服侍巴比伦王的国家所讲的安尼。毋通听遐个先知对恁讲的话，因讲恁袂服侍巴比伦王，其实因的预言拢是白贼。上主讲：我无差派因，因竟然利用我的名讲假预言。恁若听因的话，我就要将恁甲遐个甲恁讲假预言的先知赶出去，互恁做伙灭亡。我阁对祭司甲遮个人民讲：上主安尼讲，恁毋通听遐个先知甲恁讲的话。因讲：看咧，上主圣殿的器具无偌久，拢会对巴比伦搬倒来。其实因讲的是白贼话。毋通信因的话，着服侍巴比伦王，安尼才会当生存。那着互即个城变做荒埔。因若是真的先知，真正有上主的话传互因，因应该着祈求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互圣殿、犹大王宫甲耶路撒冷内面剩落来的器具，袂互人抢去巴比伦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到关系东条、东海、喷造以及要留伫即个城的器具，就是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掠约雅敬的囝犹大王
约雅军以及犹大甲耶路撒冷的官员的时，无搬去巴比伦的器具。关系圣殿甲犹大王宫内面以及耶路撒冷村落内的器具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讲：这个器具一定会互人搬去巴比伦囥伫遐，直到我搁再眷顾因迄日。我上主安尼宣布：到迄时，我一定会将这个器具带转来即块土地。